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就是这啦！我甲恁讲哦，内面有真侪宝藏，恁敢有介意宝藏？哦，我嘛就想要爱宝藏的，毋过内面哦有我好朋友搁在石门神，你甲石门神讲吼，请开门，伊等下门吼开开，咱就当入去摕宝藏啊！你甲石门神讲，请开门。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。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有礼貌的小朋友伫倒位？伫遮。哦，我相信队长选的小朋友100%一定是有礼貌的小朋友。咱的小朋友，石门神要来问恁，恁敢知影有啥物是有礼貌的好话？安，多谢。身体健康。搞早。哦，大家拢真有礼貌，摕到宝藏绝对是无问题。即马摕出恁的真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南岛家和五甲最对，走啊！欢迎光临。伫遮啊！你替我找看卖，就是规身躯拢是毛的，穿起来。开门啦！哦，拜托的，开门哦，总算是开门啊啦！到时啊！我来。嘿先，你哪即马才来啊？我头先哦，就是袂记甲石门神讲请，多谢，伊就甲我计较，就要甲我开门啊。啊！无原本我早就袂来啊，话恁是袂来啊？嘿，我咧等你啊。伊有开门哦。有啊，我拄则讲石门神请开门。哦，请开门啊，这有礼貌哦。我请问一下哦，礼貌真正足重要。毋过，恁敢捌拄过啥物无礼貌的代志？已经。拍我的头。拍你的头。拍你的头，这是。哦，这太无礼貌啊啦！定位咧？黑白美人。黑白美人对。安样？我无拄过。你无拄过，拢拄着有礼貌的人。会假咧？欺负我毋讲一个。哦，我甲你 Q， 好，所以我会使甲你 Q， 甲你讲实个，我毋是也袂使啦，袂用呢，啊，就亲像插队啊，你若去公共场所，插队是毋足无礼貌，若是拍卡唱，拢无扎，拢无按起来，安尼嘛是真无礼貌，安尼今仔日就甲恁考一寡甲礼貌有关系的题目，有信心无？好，来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干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着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有食水对的小朋友，请问者，你感觉为虾米爱有礼貌？因为对人才有尊重。哦，赞！感觉有啥物想法？人较介意。会介意你，还佫有无？无。差不多啊，其实真正礼貌是足基本的代志，所以就是要可能跟礼貌有关系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噶，来哦！上不准，接不准，站！尊称。对，听好哦。第一题就过关，来，差一组啊，来。小舅们。真好，小舅们。哎呦，尊重哦，真牛哦，来路评语真好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现神。是的。
好，唔知多谢，咱咪个甲你教吼。哎，行咧，行咧，真牛。喂，请问请问你要去倒？你较细腻的吼。好咧，好咧，嘿，咱做人爱好咧。哎，是谁那个涂骹是什么意思？喂，海卡，哎呦，海卡你嘛讲会出来，真厉害哦，真够读哦。海哥，唔是，咱咪个甲你教吼。免客气，好，多谢。拍手，落咧，罗唔对，老嘞，罗咧真贵啦，还是罗兰啊！拍谁拍谁？加油加油！卡门，卡门无唔对。喂，轻声细碎，真牛哦，轻声细细，来开始公公，讲啥？公公，公共，绳索，插纸，来继续。好，拍声扫，哎呀，水哦！安尼嘛是倒出来，真厉害。感恩，感恩，免客气。美人，对，美人。过关啦，厉害！哇，所有的题目拢叫恁讲到啊，应该是对真侪题，啊，毋过有一寡无讲出来，咱做伙来看。这是啥？敢念得出？泰哥泰哥对。啊，我讲哦，台语拼音低道，哦，低道。公共场所，场所对，差一珠珠啊，公共场所。安尼是啥？阿手，毋是阿手是安尼，耶，会会手，哎，伫啊，我伫遮，哦，会手，落啦，罗兰，老啦，罗兰多谢嘛，罗兰，毋是罗雷哦，你现是讲老嘞罗哦？雷真贵，嘿，买袂起啊？咱买袂起。啊，毋过恁真牛，拢总摕到1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厉害！马上进行第2关，准备接招，进来个。台语上练档，连啊顶的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播落来进前，看摇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各位小朋友，恁敢有定定咧讲，请、多谢、歹势？有吼？你敢知影台湾人上接讲的是啥？拍谁？拍谁食饱未？哎，无唔对，就是安尼。咱定下你讲歹势，上接讲。歹势，照过一个。啊，歹势，遮行啊济无？歹势，敢会当帮我安怎？歹势，队长，哈，歹势，敢会当借我钱？拍谁？我家己用烧的。歹势，我暂时无需要，莫搁歹势啊啦。啊，其实歹势，咱嘛无做唔到什么代志。歹势要开始啊！开始哦。哦，恁伫等我，哦，歹势，恁伫等我，哦，歹势，进来噶，来开始，进 Q。开始啊，动作较紧的。唔是谁啊，用 Q 的，用 Q 的啊，用 Q 的，一直 Q，一直往后壁 Q 线啦。拍谁较紧的啦？伊就跳的啦。这是拄只，拄啊，讲啥？讲的，拄则一直咧讲啥？这一直咧讲的，讲啥？哦，Q，拄只有讲。加油！人家你免刷这，你用 Q 的就嘿，你用 Q 的就好，嘿，对。咱岛小朋友做故意的啦。人家做故意的啦，吼，好。第一，要去上课，拢会穿的，运动穿啥？运动清啥？哦，好，来继续 Q。哦，一下届你爱 Q 较紧的哦，无恁同学会真忝哦。歹势，请你较紧的，多谢。哦，个。会啥？家人。这你即马以前的时间，你拢会古早甲时，代替握手的物件。会小可加速哦，有无？啊，继续形容看，卖还有啥物？恭喜！啊，对，好，来，加油哦，加油，体力要无哦，来，超正。你阿公做
梦拢无穿衫，白色的。厉害厉害！阿公是国王吗？阿公，艺家讲，我目穿真领出去，你讲我阿公哟。你拄菜起来的时阵，起来起来时你会甲厝里的人讲的。起床嘿，拄起来讲的，好煞。对啦。五题拢摇出来，啊，毋过到底对毋对，现来讲。哎呦，迄个真好哦。头先是有淡薄仔喘，有吼，因为咱有讲到一字，也有讲到手的迄款，速度有变紧。咱来看觅，头先啊，这敢若免啥讲吼，恁头先就讲，头先一直伫讲的，我就摇出来，你是安尼摇出来吗？阿勇？对。是啊，啊，咱无咱看觅这啥？哦，请。请咩爱讲？免问人代志的时阵，第一字会讲的。哦，对，啊，若是补的，头先你是安怎讲互人知的？要去运动的时运阵，动，运动的时阵关键，咱敢会穿这运动？哦，敢若袂哦？安怎念敢知？管带，管带的，其实咱通常拢讲管带，啊，穿管带。你今日穿管带哦，看起来真热哦。这形容要盖好，头先是啥你讲？已经哦，啊，恁阿公拢无穿衫，拢穿。穿这出门。哦，穿假出门。啊，无假，佫通安怎讲？安怎形容好？除了阿公穿，啊，穿伫内底。来衫对对，穿伫内底。对啊，这衬托啊，毋是穿伫内底。短裤。哦，底裤，衬托嘛真好用，就是一对的，真简单，表现了真好。咱来看觅恁得到几题？五题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真厉害哦！上尾关咯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写写甲红记记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今仔日哦，咱每一个人拢真重视礼貌，所以我即摆要带大家去西餐厅食一顿啊！哦，食西餐爱注重的代志有够多啦，咱做伙来看觅一下。现来噶，食饭有规矩无？看会出来一个人的教养哦。今仔日咱请专业的老师来教大家食饭道的规矩哦。第一出，金龟年汤。烧烫烫的汤，当然嘛爱甲伊分互冷，安尼才袂烫喙口啊！哈，安尼甲伊分互冷是无规矩哦。第一个，你坐椅仔的迄个姿势爱对吼，你爱身体爱撩直。第二个，你摕汤匙啊，你啉汤的时候摕汤匙啊吼，就敢若你摕鉛笔迄个摕法。要啉汤的时阵呢，你迄汤匙啊入去汤吼是按内底向咧外口。啉汤的时阵袂使分吼，嘛袂使出声。啊，汤匙啊，你啉的时阵是。啉汤匙仔边仔这边，毋是汤匙仔尖迄个所在。哦，原来啉一个汤嘛有遮济眉眉角角哦。听讲汤啉到一半，嘛有规矩爱注意，安尼才有礼貌。恁敢知影到底是啥物规矩咧？啉汤的规矩，恁敢知啉汤的规矩遮济？毋知。通常好起来烧就是，这烧啊，对不对？对那是无礼貌。会烫着喙齿。对，你厝内面会当安尼食啦，但是出去外口食西餐厅就尽量避免，安尼知无？啊，啉汤阁有啥物规矩？咱来听看卖。白色色靠袂倒，红记记亲像阿不倒。啉到一半的时阵呢，这个汤匙啊呢，就要下伫这个碗下面的这个撇仔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啉煞了后，放伫个碗下面的撇仔。哦，敢是安尼？咱听看卖另外一个红记记的讲法。大家好，我是红记记，看公司上欢喜。我甲恁讲啦，啉了后爱甲汤匙啊放伫个边啊，甲伊摆啊好，安尼毋才有礼貌。哦，一个是放喺撇仔下面顶悬哦，放喺碗下骹撇仔顶悬，嘿。我会较配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，捌死。啊，另外一个是爱摆伫个边啊，摆好势。摆好势。哦。依琪，你感觉咧？
我感觉应该是放伫盘哦，配拉顶管，对。睇个内面，配盘内拉顶管面，。真威力咧！我感觉嘛是白写写，哦白，写写是安怎是白写写？因为若是放伫桌顶安尼袂垃圾嘛。哦，哎呦，用这个观点你去想，可能有淡薄仔道理哦。啊是，咱先来投票看卖，你想要选白写写，请举手，真勇敢，甲压起来。举起来，勇敢。卖歹势。好，3票哦。好，好，想要选红吉吉的，请举手，一票。你要尊重你的朋友无？好啊。红吉吉就可怜。有咧，会甲你同情啊，红吉吉足可怜的呢。伊想要尊重。恁要尊重，恁选择的是白写写。咁样呢？恁选择的是白写写。咁样呢？对啊！我唔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啊是你若是下骹无撇啦，你就直接放伫个碗内底，碗内面是会当放伫碗内底。哦啊，毋过你方向爱注意，你爱放伫45度角。 45度角。 45度角差不多是4点钟的哦4时位啊，点钟啊4点嘛，真零3方向4点的方向。好，安尼了解啊，咱来看第2题。咱来调味料吼，你若正经要调味的时阵吼，咱要先试看觅，甲即个物件先加过了后，才感觉讲哦，我是毋是伤咸，还是要加胡椒，还是要加其他的酱汁。你若讲无试食伊，互你的餐点，你就随去加这个调味，表示讲你无尊重伊，你感觉伊煮的菜无好食。食饭的礼貌真重要。讲到礼貌，应当知影，倒一个词是咧讲人有礼貌、敖讲话咧。好，安尼到底倒一句话甲礼貌有关系啊？咱会当讲好头喙，因为有好头壳就有好喙水，有好喙水呢，当然就有礼貌啊！安尼你知影无？好头喙，好头哎喙。呦，讲得袂歹，红记记咧。我甲恁讲叫做好喙斗，啊，这个斗呢，就会使缀好话，所以吼，伫咧有礼貌、需要礼貌的时阵呢，会当讲好话，互人足欢喜，安尼知无？哦，好喙斗，通啊缀好话，咱知咧嘛？你是老的。来紧，好话弹过来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哦，就当了，就当了，这意思哦。对。好喙斗，以前你感觉咧？我感觉是红吉吉。是安怎是红吉吉咧？是安怎是红吉吉咧？伊讲好喙斗呢？听起来较有道理。阿嘉咧，阿嘉的想法是啥？红吉吉，还是用药的？我感觉有好的头壳，唔一定会讲好话啊。你讲有好的头壳，无一定会讲好话。有好的头壳无一定讲好话。哦，静伟你感觉咧？我感觉是红吉吉，是安怎是红吉吉？因为真正有好头壳，无一定会讲，就是有礼貌的话啊。所以伊毋是绝对的，啊，毋过伊是有即个意思伫哩啦。哎，阿杨、小杨，我嘛感觉红吉吉。哎，野手啊！你讲，请讲。阿嘉，安怎？我要选白写写。哎，是安怎是白写写？因为我就是要甲因三个无共。无咧，无你讲。我感觉好喙斗会当形容的。形容是食物件是？食物件也毋对，是听起来就毋是。听起来甲毋是迄咧讲好话。你感觉是甲食起来有关系啊？对。红吉吉、白写写，啊你咧？欧妈妈。拢会使。好，拢会使。放弃。举手好啊。哦，野手投票。阿卡。咱来野手。哎，阿卡，你家己讲想要投白写写，请野手，你讲。投白写写的举手。就伊啊！好，我伊去我你讲。投红吉吉的野手。好，2票，2票
对一票，一票无效，废票，废票。谢谢谢。哦，你我头壳疼，即摆不是，啊是各位还是用客啦，较贵气好不好？好，用客，用客，啊手也较悬了，就头转。听较悬的，较悬的，较悬的。所以，谢谢。谢谢赢。想赢。会可能也是要尊重赢的，啊，你有想要讲啥？尊重赢的。好，赢啊，的，为你的，尊重赢好。尊重赢的。你们选的是被下线。干嘛呢？对啦！嘿啦，好头水就是礼貌嘛，礼貌喙花就好诶。啊，咱讲到这个喙斗，底毋是礼貌，底就是食的物件。你好喙斗，啥物拢食嘛。好，真牛，两题拢对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哎呀，我想讲，这题有另外一题唔对，竟然搁互你安尼客一个赢去，也竟有3届机会，敢摕到宝藏咧？现来卡。牛食水对哦，家好国小，因为甲我讲迄是牛休困的所在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啊，即摆恁无通好休困，恁即摆来选动物。倒一个动物内面藏宝藏的，恁感觉？你想要选倒一个动物？哪里？哪里？好，确定。非得有3届机会嘛？好来，先甲选起，手放在顶悬。我讲请饲落才饲落哦，请饲落。啊哦。哇，后一个。小杨伊搁开始咧点啊。好。不会刷你我先。嘿。等尾山牛。当尾山牛啊！阿嘉，你头先害头的感觉是哪？你感觉无伫内面？听伊的好。听伊的啊？啊，恁两位有要听伊的无？嗯。手放在顶悬。第2个金箍箍要互当尾山牛，请饲落。加油哦！啊！上尾摆啊！上尾一届啊，笑好甲梅花鹿。阿嘉小点一下哦。投票。阿嘉，你来讲，你想要安怎讲？投梅花鹿的举手。投梅花鹿的举手。3票。以前想要选石虎，好。安尼就真明显啦。3票对1票。所以是梅花鹿。确定要选梅花鹿。确定。请饲落。哇！对啊，颁奖。恭喜得到机器人的模型组啊！哇，这足大阿妹嘞！哇赞呐！哇，这安怎算？这个是新的呢，第一个送的礼物呢。对对，这咱是新的哦，伊的吼一届会使变3种的型哦。 3种的哦。哇，有欢喜无？啊，恁家己耍游戏有好耍哦。赞啊！就是安尼继续学台语，继续讲台语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学台语。